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500年来，全世界上畅销的圣经是天顶真神所默示，也要教训咱、督责咱，互咱人会当归正，教导咱会当学义，对人的生命有足大益处。要教导读圣经的人会当追求完全，做一个完全的人，避免行各样的善事，并且互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得救进天国、享受永生福乐的智慧。真耶稣教会的基本信仰，本着圣经提出10大信条，加做真耶稣教会重要的教基，会当提供着咱信徒查考学习，借着真理圣灵的引带，互咱会当有正确明白进天国真正的门路。这个教基是信仰的基础嘛。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就是圣经内面重要的教义，互咱这个诚心追求真理的基督徒咱理当会当清楚明白，共同相信，来遵行，进一步来查考本会这个永生的真理，互咱做伙牵着手，做伙行上这条天国的正路。将来咱做伙来得到公义的奖赏，荣耀天顶独一的真神。今日节目伫活命的食物这单元希神要奉主耶稣的性命，甲咱亲爱听众朋友根据着圣经真神的话语来探讨分享的主题是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咱今日要谈这个10大信仰第3条这信教会。第3条的这内容就讲信本会，就是万物圣灵所设立的，做复兴使徒教会的真教会。首先咱就来阐明真耶稣教会是主借着万物圣灵所设立的。根据圣经先知的预言，真神的圣灵分做2期，使我世间人。在这个3400万年前，摩西所写的申命记内面记载讲，在这个第11章14节、15节内面记载讲，伊要按时降落这个秋雨、春雨，在这个地面上，互因可以收藏5谷、新酒甲油，也得甲互你食的饱足，并且互产业为你的精生发草。咱应当爱敬畏咱的真神，伊按时赐福，就是秋雨、春雨。伊阁为了咱定了收割的责任，永存不废。可见真神早已经借着圣经记载，甲咱讲，伊得要按着时阵赐了这个秋雨甲春雨。这个雨那是预表着真神的圣灵。在这个真神所预定的时刻要降了秋雨的圣灵，搁再降了春雨的圣灵。秋雨圣灵在2000年前的使徒时代，主要所定罪过死里复活，伊搁升天，大约是110位门徒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楼房顶面当时还迫切祈祷了10天，也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时阵圣灵降伫门徒的身上，这就是秋雨的圣灵，伊搁称作早雨的圣灵。这圣灵建设了使徒时代教会，当初是主要所死里复活，用真侪凭据向门徒40天显现。在咧谈论神国的代志了后，就是伫升天以前，就吩咐因毋好离开耶路撒冷，爱等候天父所应许的圣灵。伊阁讲，圣灵降伫恁的身上，你就要得到快乐，并且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讲了这个话伊就彼此上升了。有一蕊云彩就该接去，就看袂到伊这段圣经记载了使徒行传第1章第30到第9节。所以耶稣升天了后，门徒转到耶路撒冷的楼房，同心合意，迫切祈祷了10天。使徒行第2章内面记载着五旬节到门徒拢聚集伫一个所在，忽然对天顶有响声落来，敢若像一阵风吹过，充满着因所踮的厝又阁有指头亲像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伫因个人的头壳顶，因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话来。迄个时阵有虔诚犹太人对天下各国来住伫耶路撒冷这个声音一响众人就拢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着众人的乡谈讲话，甚至感觉真奇怪。
拢讲影稀奇讲看啦，这讲的话敢是家里人嘛？咱个人安那听见因讲咱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讲说是个大作为，种人就感觉讲做公影啦，就伫遐猜疑啦。这个时阵圣灵充满着大气力，使徒彼得甲11个使徒因就勇敢起来，大声的做见证，就甲因讲，这120位门徒是受真神的圣灵管，那是应验用你先知预言真神讲伫末后日子，我要将我的灵管伫记脑海去的，这记载伫用你书2章28节。使徒见证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仰望的弥赛亚救主。伊被无法的人定为十架顶，又搁复活升天，然后呢，对天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甲所看见、所听见的圣灵灌落来。所以众人听见使徒的见证，感觉足扎实的，就请问使徒安那行，阮才当得救。彼得讲恁个人爱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就得甲领受所属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要互恁、甲恁的后生查某囝，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咱的真神所调来。彼得又搁用真济话劝勉了因，但是因领受了伊的话，就是了洗。迄一天门徒大约添了3000人。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示，彼此呢交接擘饼祈祷。这使徒时代的教会是用圣灵代工来成立的。这就是大概将近的2000年前受污的圣灵所建设的真教会。大约伫2800多年前真正才着用你先知伫用你书2章23节内面所预言的锡安的百姓，恁应当爱快乐。为着耶和华恁的神欢喜，因为伊赐了恁合宜的秋雨，为恁降落甘霖，就是秋雨、春雨，甲以前同款。所以这使徒时代也是真神圣灵同在教会，经历了300年左右。后来因为异端邪说而侵入呢，这个政教合一。甲风俗习惯的影响呢，耶稣的真理呢，使徒的教训道都偏离了正道。即甲伫这个300多年了后这真实的圣灵就完全停工。使徒时代的教会会当讲是名存实亡啦。一直到20世纪初期这个按照着真实的计划停工了1500多年的这圣灵呢，又搁降临伫迫切祈求灵因的基督徒身上，存在圣灵又搁称作万物的圣灵。按照着真神的预定呢，伫1917年，圣灵伫北京建设了真耶稣教会，就真像创世纪2章第8节里面所讲的，伫创造之初呢，真神伫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甲所造的人安置伫遐。末世末期，真神伫东方的中国，借着万物的圣灵建设了得救的真教会。这100多年来，真耶稣教会无违背了圣经的真理，所以圣灵毋捌离开过真耶稣教会。这正符合着主耶稣升天以前所交代，正如马太福音28章10节所讲的：既然我所吩咐恁的，拢教训恁遵守，我就定定甲恁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感谢主的竞选甲保守。今日真耶稣教会已经传到世界60几个国家甲地区。相信无偌久的将来，得救的真教会，直到会当将天国福音呢传遍了全球各国，会当迎接到主耶稣对天顶国再来。因为主伫马太福音24章14节捌讲啦，讲这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百姓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刷来讲到咱来说明这个设立了这个教会需要挖苦的圣灵的道理啦。
伫这罗马书第10章15节，你甲讲，若无奉差遣要哪传道呢？这路加第4章18节、19节，主要所嘛捌引用着以赛亚先知所讲的，主会临伫我的身上，因为伊用膏我，叫我传福音予善良的人，差遣我报告卑劣的得到透放，青面当看见，予遐受辖者得到自由，报告真神热的人的喜年。可见呢，这真神的圣灵呢，才有真神的规律，这是奉主耶稣的名所差遣的教会，会当传福音、拯救人、帮助人、安慰人。搁再讲这个教会所以会当存在这世界的目的是为着传扬天国福音，要带领这信耶稣的人到主耶稣面头前。因为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罪当得到赦免，有得到进天国的这个愿望。所以以前阿拿尼亚对三信耶稣的扫罗讲现在你有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伊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记载的使徒行传22章的16节。为什么有官兵洗去人的罪呢？当耶稣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嘛对因讲完你平安平安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了你。讲到这个话呢，就甲因分了一口气，讲你要受圣灵恁赦免什么人的罪，什么人的罪就得到赦免；恁留了什么人的罪，什么人的罪就留落来。这段话是咧记载伫这个约翰福音20章20、23节。对于以上，咱就可以知影，伫这个有圣灵的教会，才有主的差遣。这个教会有圣灵同在，才有行这个赦罪甲留罪权柄。伫这个以弗所书第1章23节面记载讲，教会就是伊的身躯是迄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当充满万有者，就是迄个真神的圣灵嘛。所以可见，这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充满着耶稣的圣灵。而且主的身躯必须要有主的所有圣灵，才有生命。所以以前真神捌差遣了天使，向撒迦利亚先知讲：万军之耶和华真神讲不是我靠势力，不是我靠才能，乃是我靠我的灵才当成事。这记载伫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所以才甲人讲真神的圣感，不是世界上的俗事独独我靠着真神的圣灵的规律，才会当完成的。要建立这个主的身躯，就是真神同在真教会，要成就真神救人灵魂的重要的工程的圣工呢，必须要我靠着圣灵同在甲同工。好，咱过来阐明真耶稣教会是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首先呢，咱先来了解这个真教会必须要具备的条件。第一就是讲，真神的教会要有真实的圣灵同在。敢若像一个活着的人一定要有灵魂嘛，若无伊就无生命。这教会引出人信耶稣得到永生，若是讲教会无圣灵，无耶稣的生命，要哪当互信的人有永远的生命呢？所以罗马书第8章第9节讲，人若无基督的灵，伊就无属基督了。同款这个理由，教会若无基督的灵呢，伊也无属基督。这身躯若无灵魂，伊就是死的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躯，一定要有圣灵的同在，这是属基督的，才会当使人永远的生命。好，这第二呢，基督身躯呢，要有新约基础随着。这敢若像一个正常活着的人，伊必须要有行为能力。教会既然是基督身躯，伊就当有这个行为能力，就是当有行这个新约基础。真耶稣教会有讲未煞的蒙恩的见证，就是讲主耶稣在世间传福音时，医病赶鬼行奇妙的事。主耶稣升天了，伫马可福音第16章20节，伊咧讲门徒出去世界传扬福音，主甲因同工用新约技术证实所传的道。阿门。有圣灵的教会，有耶稣的生命甲规律，所以证实所传的福音，就有新约技术随着。主耶稣的身躯，伊教会第三所传的道理呢，要合乎圣经。敢像一个正常的人，伊所讲的话，
伊爱经过思考了才讲出来，这就是伊的话，无掺杂着别人的意思。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伊所传达的就是耶稣的道理嘛。所以是圣经的真理，像保罗伫哥罗西书第1章250、260面所讲的，讲爱甲真神的道传得全备啦。这个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蕴藏的奥秘，但如今呢向着圣道显明了。所以以弗所书2章20节，伊佫讲并且被建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面，耶稣基督家己做绊脚石。所以可见呢，全备福音呢，必须以新约圣经使徒时代教示做根基，以旧约时代先知的预言做基础。所以耶稣基督的话语做基础。简单地讲，教会所传的道理爱符合这个圣经的真理，袂当随着人意来改变，还是增加减少。所以真耶稣教的使命，就是为了复兴末世的教会，和这个真教会甲使徒时代的教会是同款的。伫2700多年前，真神曾经接到阿摩斯先知所预言的，讲到迄一日，我要建立大卫倒塌的碉堡，踢到中间的破口，把迄个破坏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早时的同款。这记载伫阿摩斯书9章的11节内面，这甲咱这后代讲啦，讲当真神命定复兴教会时阵呢，以前大卫子孙耶稣基督伫使徒时代差派着圣灵所建设的教会，后来因为教会俗化，道理变质，异端产生，至少互早期的教会因着安尼，圣灵就停工这就是大卫倒塌的碉堡。总是呢，按照着真神的时阵呢，末世这个世界末期的今日真神佫差派着圣灵建设了真耶稣教会，符合这个属灵的使命，要互咱甲这个破坏佫再建立起来，将无合圣经的真理的破口甲伊修补起来，将迄个被风俗习惯以及人为破坏道理呢，甲这个教规重新甲建立起来。亲像古时这圣灵初降临所建设的这个教会同款，真教会所得的这个圣灵呢，甲使徒时代同款，是使徒行传2章33节内面所讲的，就是看会到听会到的圣灵，而且以讲方言、讲字音、讲话来辨别，就是讲使徒行传19章第6节，讲圣灵降伫因身上，因就讲方言。真耶稣教会所传的道理，甲使徒时代同款，完全遵照着圣经所指示的，毋敢擅自主张，或者是以这个会议决定代替了真理的话语，那是传讲圣经全备福音，袂当增加，袂当减少，袂当更改，所以真教会所显的规律，甲使徒时代同款，以前铸造着使徒的手。伫民间行了真侪新野技术，今日真耶稣教会无论传福音传到什么所在，嘛拢有医病赶鬼这个奇妙蒙恩的见证。真耶稣教会追求圣洁，甲使徒时代同款，像讲圣灵甲使徒这个长老伫耶路撒冷所定的这个条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米甲血，并定死精神甲奸淫。所以真耶稣教会根据着使徒行传15章9节，会当讲是彻底的遵守所以真耶稣教会追求爱心，甲使徒时代同款，互信的人，信的人爱信，并且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同心合意伫圣殿内面虔诚敬拜真神，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病大家欢喜唱诗，学乐真神世界的教会若欠少缺乏，就彼此关心，互相关注最后呢，咱就来重复的这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10大信条的第3条信本会是万物圣灵所设立，为了复兴使徒教会的真教会源自于咱空中好朋友会当到真耶稣教会各所在真耶稣教会去查考着
圣经真理的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先你，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